大家好，我是2D 班的陳湘柔。我係2D 班的莫倫。今日想向大家分享嘅書係《開採人類與真菌的共同未來》，作者係鄧永澤博士。而這本書同時都係一位中六學長誠意推介嘅讀品。人類與真菌的關係歷史悠久，5萬年前，真菌已被用於治療疾病約1萬年前。人類開始利用真菌進行食物發酵，不僅能在缺乏資源的情況下保存食物，更生出許多影響深遠的風味與食品，例如醬油、日本酒及味精等。各地古代神話與宗教言辭中依能找到真菌的痕跡。因為某些真菌能改變人類的感知狀態，因此被視為與神明溝通的媒介。可以說，真菌早已深深入人類文明的發展中，只是我們往往未曾發覺。然而，真菌學在長期被忽視，而且科學家推算全球真菌類種可能高達350至510萬種，但目前真正被發現並命名的只有約16萬種，僅佔推介數量的3%至5%。真菌研究不但未被充分重視，真菌學在學術分類中甚至被歸納到植物學之下。全球真菌學者人數稀少，相關職位有限，使這門學科發展緩慢。這本書從真菌與自然界的聯繫出發，讓讀者在理解真菌的同時，也重新思考當前嚴重的環境問題。書中指出，真菌能分解塑膠、原油、重金屬及染料等污染物，顯示出它在環境保護上的重要性。仍然及便有真菌的協助，地球的污染問題依然重視，因此更提醒我們必須珍惜及保護環境。總結而言，這本書不僅讓讀者獲得科學知識，也讓我們意識到真菌對人類未來的重要角色，是一本十分值得讓大家閱讀的作品。